综合报道。来关心台北市人口较侪，所以台北市即马嘛是6都内底65岁以上人口上侪的所在，连低收入户嘛是全国上侪。台北市的社会局就表示讲，虽讲台北的头路较侪，但过台北的厝价悬、物价悬，低收入户上价生活费嘛是全国上悬的，就是因为安尼时低收入户才会变遮侪。来讲台北市艋舺区是台北市中低收入户较侪区域，不过进一步放大来看，根据卫福部统计，去年6都第4季低收入户统计，台北的低收入户达到21909户，是全台上侪。其次是台中的20398户，第3名是新北的1.8万外户，所落分别是高雄、桃园甲台南。我的财产跟不动产的标准其实都是比其他县市要宽，贫穷线有稍微比之前的时候要多一点点。那当然我们也就是照顾更多的低收入户。纯粹反映的就是台北市的所得偏高，跟房地产价值偏高。那么它的低收入户的那个门槛的计算是根据这个来计算，对，它可能会被拉高。台北市社会局表示，因为台北市的收入比其他县市较悬，所以三尺线也就是低收入户的标准，也是全台上悬。观察最近5年来，台北市的三尺线，2019年是16580块，了后续逐年提升，到今年佫开始来到19013块，哇2万，显示薪水对比着通膨的速度，会互三尺甲好业之间的对立继续加深。对国家发展占重要地位的青年来讲，恐惊会因为看袂到希望，产生负向结果。他们的所有这个努力就是没有办法累积，这个部分事实上是对于未来的长期发展，对年轻人、对新的世代是不利的。专家建议政府应该为政策面减少通膨带来冲击，也是提升薪资水平，改善财税制度更加公平化，才会当对降低好野产的距离有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为着要做